我未来有性爱 VR 这件事情，我感觉挺酷的。你会购入吗？你会干嘛挖洞给我跳？你想到你会购入吗？你会吧？你不会啊？为什么？啊，可能我比较传统吧。其实我们刚刚提到，就是夏朵大起大落这个个性，听起来好像很自然。其实我觉得我当下演起来也是蛮吃力的，因为他每一场不是这样就是这样，然后我几乎没有任何的中间的那个点。然后你说是一种释放嘛？其实也是，因为我觉得在真实人生中，我没有办法这样大起或大落，我没有办法看到就啊这样吼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是件很爽的事情，就是可以这样释放出来。但是同时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是被教导不能运用这样子的情绪，所以在当下在诠释的时候花了一点力气，然后很容易情绪很激动，跟他讲话，我就缺氧，我就说啊，等一下，我头有点晕，等我一下，然后下一个开的时候再继续喊这样。两个一起缺氧。都是我觉得我是高血压。对，他是被我很压抑，因为我要就是一直就是不能够，我要很理性的听他讲话。压抑到高血压的感觉。我觉得有点高血压，就是脸会真的感觉到在这边。爆青筋吗？就是脸应该有他有爆青筋我也有爆青筋，就是这边会咬得很紧，因为真的是不能，我一直在压抑自己的状态，在语情上也是这个状态，所以我就真的高血压。对，我是缺氧，你是高血压。对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应该会是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装置是性爱 VR。哦，对，因为只有我使用，只有你有，然后我没有。对，我觉得那个真的要演的时候，心理压力的确蛮大，因为的确是很隐私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压力蛮大的。演那个是表情，要声音 ，Ryan Gosling 之类的，也要就是要在那个到达那个状态，要高潮，然后就旁边很多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等着你高潮。我就觉得好大哦，现在想到都还是有点流汗。演绎那一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心理的那一关要跨过去，对，可是还是要就是要有个那个状态。刚刚是半拍，要这样，然后外显一点，大家才会明白。我们那时候金马影展先看前3集，有看到，就有点全身发热，有看到。不会，我觉得很自然。压力很大。你也看得到？我看过了。你看到什么？就很真实的高潮啊！演得很好，我分享，就直接看到闭眼睛，因为觉得压力太大了。好累。我那天有虚脱我真的有虚脱，因为我觉得精神压力太大了，然后要那个状态要很真实，可是又不能太 over，可是要让别人知道你到达那个状态。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性爱 VR 这件事情，我感觉挺酷的。你会购入吗？你会干嘛挖洞给我跳？你想到你会购入吗？你会吧？下标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说什么？应该会。会吧？你会下标吗？会啊。会假？你也会吧？尤其有小孩之后，你应该也会。你不会啊？为什么？可能我比较传统吧。那比较传统。